哎呀，各位聽眾，我再歡迎咱到底來收聽我人收看收聽，即到 YouTube 咧就收看，到啲 podcast 聽 iTunes 啊、Apple 啊、Google 啊、Spotify 啊，真係到嚟聽，都是收聽。即係邊咧學嘅節目，即係禮拜咧我俾講係，哇！第一是講看命。領導咱們做嘅隻話題，唔知百幾處時，咱講睡命，同佢咱講看命。看命跟睡命其實是像啦，即是對清楚啲。咱用一個迄個 anonym 上下，嚟有咧是叫人叫看命 ，Anthony 嘛 anonym 是 Anthony 哈 synonym 是反義詞 Anthony， 對，同義詞是 synonym， 所以看命。睡命是上這個物件，本是女係一條命。哎，介紹我特別嘉賓先，我係特別嘉賓ที่Google Meet 嘅特別見識狀。哦，羅人呢，春我人嘅阿三laksa加應該呢個叫我阿龍呢，然後去 Clubhouse 上面看嗰陣 ，Clubhouse 就做這人 ，Clubhouse 有一個有南西啦。我鹹甜啊，高沙子啊，未使講阿韓毛毛菇，喂娃娃，誒起來啊啦，一看未放曬嘅起來咗啦。放了。Good morning， 阿偉放了個，你嗰啲放掉個啊？你估嘅你放？哎呀，我都困車數。哎呦，一聲。歹勢。哦，唔要緊，你留條average，甲講好聽，你幾個看過，幾個告訴。OK，誒，特別，咱唔是講無啊咩？average，唔要緊，咱係去報看。OK，來，就是講王定之啲講嘅是講看命，要聽看，就是人捌看命過，了。準無準，我是唔捌看命過啦。老實講，我是唔捌，我唔捌想要去看命過本。我 try to 逼人做咩事去看命哈？蝦米事啊？我看是有幾種嘅，我唔是個看係兩長人命，我真能看你喙呢，你無面，你 camera 實較關冇？你 camera 哈，大家看到呢邊啫。because 我冇看到 screen 同我做得白面嘅。我都講一句先。OK，我知啦。OK。了嚇。我是有看過紅毛命，本嘢就紅毛命個紅毛命啊。我講啦，我講好你聽咯。OK， 人哋看命佢就講，因為無上國家無上看法嘅嘛，看你行到一種嘅 game 嘛，對唔對？所以我有知道我是呢邊咧點成咧，我 X 本手咋，我本手是真聽嗰種本手，頂次唔是講嘢咯，真聽。所以佢咁我感覺就家己做一個做到真正錯嘅事嘅咋，我感覺就家己做真正錯嘅事嘅。而家實時講，成我唔掉緊咋，成嗰時人哋話嘅問題，所以我係到人哋講，所以我因為你同我點成時，我季節裏邊咧是真正痛苦就我就做工特別咧，我特別咩對處啊，我看到我天花板啊。我直接想咧，有影無一隻物件，想得隻奇奇怪怪物件，無咁嘅物件嘅咧就，所以我就是感覺種個其實是驚錯落去嗰度，真係講，我就你成 regret 下，你是後悔啊 ？regret 我就後悔，因為 happiness 就是人哋講拍冇去嗰就是我自己做衰嘢，你自己做係冇去。所以我就想辦法，我就俾驚出一個傾裏面都被揀出嚟啦，我被叫佢一段感情啦，只係俾佢叫佢哋感情啦，所以我唔就俾人再去叫佢哋感情啦，所以我應該做咩？我做咩 message 啦、call 啦，做緊兩邊嘢咯，你是做啥意思？意下，你是講去隨到啲意。我俾佢叫佢哋啊，乜對到對啦，俾佢叫佢啦。以前嗰啲半超性係攞個你半超。伊無才華性嘅，就話講錯咪唔記得做咩咧？伊無才華語咋，無夠我講係無言話語咋。係咧，我就講伊個話掉過伊無事，係啦，伊無言話語就是講伊咪曉咯，後你 call 個識咯啊。伊學我慘咯嚇，伊個基本就係慘門，我 because 我嘅仔係咪學？伊本是就係慘門，往誒最重要我是往是 friends 係 good friends 嘅，所以我迄陣時有10年前咯，差不多。10年前哦，自己13年我有時有個概念，係了，就
我捌啲10幾年啊，แล้ว話แล้ว時常當然是耍啦，個斷有冇啲桃花，耍冇關係，冇感情，冇關係啦，好朋友特別是朋友啦，啦，แล้ว是朋友嚟，我覺得冇玩笑嘅，แล้ว我就想會去解決啊，แล้ว我就除咗隻奇怪怪，你旁門左道嘅了咯，你除你有影無隻嘅，哦，冇有冇食，哇，你misalnya cara-cara yang berpakaian lah. So,我咪berbagai cara-cara lah. 我咪去想辦法咯。係咯，記得我是你都好就係嗰啲 straight ski 做緊啊。straight ski 呢邊啊，有看到唔知多幾條 poster 啊，有一個人喺呢邊做 tarot 咯就，一去看 tarot 咯就。แล้ว其實要點知啊？咁日嘅話係佢變係逼除咯，係啦，佢變係佢自無數嘅，所以佢變係一個除話，所以佢講到特別清氣嘅，我寫潮。清氣嘅，係啦，你特別成compose 你家己成，你特別成上條，你愛講嘅物件，你係每啲 on call 嘅來除嘅來，然之後你去一點。一來除話，就是講如果是session 嚟，以後我一個 session 咯，你講後我一點正嘅 session 啦，伊是去 office 我哋變年逼啲喺大頭正冚開就，because 冇 show 嘅就是，所以大家冇人嘅了，所以 office 裏面嘅攞曬人嘅，所以呢度嗰一字裏邊，呢度成梅話講都係梅係咪物件，都係債係咪物件，然後我就講都成時候就成。有時候掉都愛梅嘅物件了，你去跳擺，我咪跳你擺咯，所以我跳就始終冇上啱你擺出嚟就，所以呢度一個介紹我聽下就，所以伊呀就好聊就，伊會知，伊看啦你擺咧，伊講出嚟嘅物件，伊唔捌話嘅就 ，first thing 伊唔捌話嘅就，我唔是 friends 就，我唔捌伊嘅就，冇我唔捌呢個人嘅就 ，Facebook 伊是係咯，我唔是 Facebook 本，伊是啲 straight ski 做一個 one of the program。because straight skill 要開一個單，because straight skill 有陣時有做 event 嘅嘛，所以有陣時人特別留住啊，然後有一個單入邊做大佬小類種嘅，伊本冇辦義本咯，冇辦義本你就幾多個，實質我100個先錢啊，有你這類冇辦義嘅咗 ，because 伊是一個真正 compose 一個查某嚟做，幾歲嘅，係咯，伊數30幾歲咯，佢當時係30幾歲，當時10幾歲咯，30幾歲呢，伊無老本嘅，伊是一個，係咯，伊衫是真快 elegant，係咯，穿嗰啥 craft 單嘅，啥嚟 craft 單嘅衫，特別鋪條嘅呢，伊是一個真正 modern 嘅人，特別你會 feel 到伊是一種整個回想，你看你擺喺度條咧，就是講看破就 spiritual 嘅看破就係點咧。所以誒，頭先你講下，頭先咱嘅回想，伊冇人看，伊嘅回想有真濟 charisma，伊唔是講係 look 呢，伊未怪伊講伊成日要 fancy，because 伊真 charismatic 嘅我感覺對，OK 啦就係講，人伊是講伊講故事，我人愛聽，人感覺到伊有佢夠講話了咯，是哦，係了，即查某咧，即係我甲你講，接落來有一個顧理物件，等我講你聽，伊即個查某咧嗬。伊度調格，係咯，伊度問我度問物件咯，然後就講我拄着安尼個問題，然後感情嘅問題一大堆啊，我就 specific 嘅，我問題就 specific 嘅，我唔係 share 人聽啦，就 specific 嘅問題嚟嘅，係咯，伊調格咧嗬，伊講咗一個物件，是甲我一生我是100%上嘅呢種，伊個講其中一項物件，伊講物件就，你嘅命裏邊啊，即條格。我看到嘅是，你甲你嘅媽媽，你看到是講有一個，你講你甲你媽媽地坐啲上一頂準位，係啦，這個是你媽媽嚟嘅，你甲你媽媽是無話講嘅，你看你袂知，你咁你都知啊。你講你甲你媽媽是無迄種嘅言嘅咋，唔是講只親嘅媽咪安尼，言攏無迄個言嘅咋，讓兩人之間有只跨一個 gap，係啦，只零嘅就，人嘅感情就零嘅咋，人感情就輕嘅咋，所以我看到你你媽媽伊無住佇你身邊嘅，伊是一個只遠嘅所在位。我媽媽袂關心。你是做工，你是伊because是做工，是所咱感情無咪親就成日款嚇。我唔是，我媽媽爸爸人欠累啦，往本感情佢間厝感情無好去嘅。Before that 本好啦，伊家己搏交啦，伊累就對問題，當時有陣時甲累有關係問題都出嚟邊小命物件。你講感情。所以咧特別咧你是直接 approach 掉伊咋？你講你直接 approach 掉伊，我時候咧有道理本咗，我媽媽頭邊 KL 嘛，我有上手你 KL，我找我媽媽嘅咋，我找我媽媽講話
So because 伊讲我是一個想要用無想要出力去補救一段感情嘅人，所以講這個是你媽媽嚟。แล้ว我聽了佢我冇管長啊，就講，伊講啊，人準你講最會嘅時候，就講你無大無志啊，你去教一個人講你教你媽感情無，但是我教你媽感情可以為度破咧嘛，對不對？伊講嗰度破。所以就 confident 嘅啦，伊直頭講，伊無想講梅魯，你教你媽感情嘅呢，成個 fisher 想妹，冇錯，完全冇咗，伊無肯成我嘅細意個款，成冇咗，直頭咁講出嚟就我即係你，一直到 point out 嗰就是你媽媽嚟。你甲你媽媽感情就薄誒，係咯，你學你嘅媽媽學嘅就會所在，學嘅話，冇 English 甲學嘅話就哦，所以是咪你local 嚟啦，檳城人啊，local 嚟嘅，馬來西亞人嚟，檳城人嚟，出邊有幾嚟啊？幾嚟？唔係，特別買看我啦，買看我，我哋一家人看我咩？入嚟我哋學你就講一模可能嚟咧。哦，要試唔試試啊？OK 嚟，我試。啊，你們做幾 episode 時間嚟 ？OK。挑到一條格，伊講即個格呢項是查某王嘅，講 OK，即個查某王呢項，伊是對你啥物啊？你當劍嚟講，你當劍你一個 face 裏邊啊，伊是一個真係要緊嘅人嚟，查某王，你家己做工嘅，我都請見啊，你就 Farida 咪就查某王咯。伊是 the first lady of Malaysian theatre 嘛，我講好，你是家己做工嘅就，你是第一啲嘅人嚟，你就聽伊話，伊是查某王嚟，伊一條格是 queen 嚟就，伊講這個 queen 唔是你出來人嚟，特別是代表 Farida，講嘅是你做工嘅，伊代表是你啲當今你 life 裏邊啊，伊是一個真正伊互你就係 advice，你就聽伊話嘅人。伊是一個有真正 influential 嘅人嚟咗，係咯，一個人咧嗬，甲你當今感情出問題嘅一叫人啦，是有關係。伊肯甲我講嗰陣，我聽啦，我到聽嘅 ，because 我係 ex musician 嚟咗，伊就是啲 KL 嘅 musician，所以啊 ，Farida 是識㗎，真正識嘅一種嚟咗。伊安尼講，伊本嚟講就講，即係查某王咧，你會唔會即人甲你查某王有關係講？我無問，伊就講你即個人啦，甲即個查某王是有關係。即個查某王咧，伊是 queen 嚟，你就聽佢話。所以我心裏面時候就講，伊是按照款嘅人嚟講，你應該是家做工嘅人嚟，就是講你家拍工嘅。佢講啊啦，即個人咧嗬，即個查某王咧，伊會鬥卡手到你，伊會佇你嘅感情裏邊，伊會點啲中央位，伊會替你講話，伊會替你救嘅。So actually Farida 有做淡薄物件，就是講伊提話講話本來講，哎呦，攏佢家講啦，無看到攏白白啊！伊唔是我頭先去菠蘿所咪講，無看到攏白白啊，發生咁咩代志，是人哋款嘅白等咗咋。所以講入落嚟，伊度講到遮濟物件，甲了甲我拄到嘅有影面對嘅問題，伊咩嘅唔是問題，因為 detail 啊，我 life 嘅 detail 啊，伊講出來，嗰陣時哦，掉咗咯。我就是有車驚。你上吊時是唔是上吊？你一看把你本手誒。誒，迄點時我腦裏邊跟住上吊喺裏面嘅，你知？我腦度 already 空嘢，跟住上吊裏面嘅。我除咗做工以外，就是上喺裏面啊。我冇面上嘅咋。所以我哋上嚟啊，伊甲我講，係咯，伊特別要講一個 point 咗，要講一個 point 咗。伊講係個 point 就是講嗬，伊講嗬，我唔係講伊一接落嚟，伊個 future 是安怎款嘅，伊個 vision 是安怎款嘅。伊講你 vision 啊。啷個人是無白白？哦，啷個人是貴嘅？無命，啷個人是無命裏邊是無行到對白白 ，impossible 嘅。結果啦，人哋講意思是無結果咧，對，伊講是 gone case 嚟嘅，無結果嘅破起來就係咧。伊講特別伊個 vision 裏邊看啲格裏邊，伊講特別伊看到佢啲格擺出來嘅規個 pattern 啊，伊講伊破啦佢後，特別你是無，伊對你嚟講唔是一個痛苦嘅經驗嚟嘅。because 接落嚟，伊看啲物件，嗰陣時對你是好嘅咋。你當今甲伊安尼艱苦，你就要去救啦。Actually 係講你未救咧 ，because it's already gone 咧，未救咧，伊未對嚟咧。特別咧嗬，你嘅命唔是無好嘅咋。伊講未救啦，佢後你會開到另外一個門，會做到無相關嘅物件。你行落去嘅路是無相關。伊甲我講一個物件嘅了，即係 and then 就是 after that 咧，後了接落嚟告訴就是啊。我媽媽過身，係了我離開檳城北，係了我嚟 Korea 一到啲嘅啦，所以我上到對呢時啊，我感覺就講很快 spiritual 嘅咋，係了
after that 啊，哇，係你點聲？我俾去過嚟點聲？我覺得佢除咗對意咗，我咪每講嗬應該去嘅是冇應該去嘅咗。係你點聲？Actually 是我是 just 曉咗，because 去對我嚟講是 give up everything in 邊嘅咗。對我嚟講是真大嘅 大，sacrifice 係，真大咗，because 我哋邊度做工啦，我是有只 sense of 係你種 achievement。我歡喜咗，係你工時我真係歡喜咗，我做到我真係暑假做嘅工嚟咗。我冇想要每日，特別講一邊咧做呢個物件咧。because 一邊你講曉咗，一邊你講。My goodness，我對前幾日講伊同伊邊你講去，係咧伊走去唔係Sri Lanka，伊走去另外一個 country 嘅，唔知是 something like Cambodia 嘅是 last any country 就伊講伊邊去邊做你講了，我講嗬 why？我唔會啊，伊講嗬 this is my calling。伊講你叫伊做呢個物件，所以伊做你講啦，所以我 ever since then 我都冇嚟攞到這啦，伊學一直實在你碰佢嘅嘢，冇嘢，我冇嚟攞到啲嘢。如果伊要行另外一個就 spiritual 嘅路啦，所以伊袂使當這個物件啦，伊講，伊咪當這個物件啦。特別是講伊本身是一個quite psychic 一個 gifted 嘅人嚟，特別有影伊做久啦，有可能像個男仔有覺得講嘛，看上者啦，伊身軀啊傳就冇，所以伊 feel 到傳了，伊變去做物件啦，伊幫開嗰這個物件嘅啦。所以本地伊是，這個是伊 make a living 嘅物件，所以趁錢嘅物件嚟咗。伊就做這個物件咧，佢自己個人看大佬啦，趁錢嘅咧就冇辦基本嘛，一刀看開話。一個月看幾十個人都夠啊！就啊，特別我聽講人看面嘅人有當時伊安怎講啊？你有一個咧，安怎人講係 trading 咧，往時你看到這物件，伊會傷到你家己啊北來，唔是吧？伊傷到伊家己。伊想你成日你睇有人做按摩嘅人啊，伊按摩嘅人，伊會用家己伊家己氣用只接到啲人嘅身軀，所以人會只傷嘅嚇。傷到伊氣咯。對，伊人相信成個有能量嘅那款嘅 energy 啊，會 deplete 去了去啊，嚇。有，所以我有一個朋友嘛是伊規日看到鬼嘅啊，我係三個要緊嘅朋友裏邊啊，伊看到鬼嘅，伊講伊就特登伊看了鬼後嗰時，伊提一個人，有人有咩問題啦，有來問伊啦，伊講了鬼後，伊講伊會發燒嘅嗰伊會帶伊會破病，伊會着感嘅，伊講伊身體會攬去嘅，所以伊特別等。係幾禮拜一個月啦，一個月計佢在當啲物件，所以有人嚟催伊啊，伊真係 struggle 本嚟就，愛打個手咪打個手，打個手嘅話，伊會破病咗。所以你講咯，我有幾難嚟告訴佢。但我聽別人啊，別人嗰個真係嚇，維爸爸都看別人，維爸爸是住個看面嘅故事。你頭先伊講嘅係你是 tarot 嚟嘅tarot 嚇，對 tarot 啦。tarot 啦，แล้วว่าราคา哪時啊？ลูกกี่ว่าจะที่บูทังเลย tarot โอเค tarot 啦 tarot ที่การ tarot กับกดtarot โอเคแล้วว่าลูกก็อีกกี่อ่ะจอนเต็งกูอ่ะสิว่าจิตโตที่เลย tarot 牌係你塔羅牌啊แล้ว佚佗啥物？家己讀家己研究啊啥物？就家己研究啦，แล้ว有一幫若是有吼誠興一個牌嘅嘛，แล้ว我就有買來家己研究咯，安尼款咯，แล้ว我就有做，我就有成日講家己 try to 算啦，安尼款啦，แล้ว有一日若是我 friend 就來找我，แล้ว伊就講起伊個公司啊有啥物問題啊，啥物安尼款咯，แล้ว伊就想講，伊應該愛走咧，就 means 講愛 resign 咧，還是伊愛 continue 到一間係你講是婚紗，成日講甲人翕你是鳥衫，我講是鳥衫，是鳥小英，翕是鳥小英。แล้ว伊就問講愛走咧，還是愛安怎咯？แล้ว我嘛甲伊算咯吼，แล้ว算也是我有甲伊講because 伊個公司內邊有幾若個要緊嘅人嘛，所以愛看講伊呢甲伊身邊嘅迄個 colleagues 咧，伊人嘅關係是安怎，伊 relationship 是安怎啦，所以嘛算咯，一個咯，แล้ว算出來咧，就是講伊有一個 colleague 吼，伊是上甲規個 team 啊吼，是真正聽伊話，所以伊是上甲
一个就係講掌權嘅人啊，特別唔是頭家嚟喎。哈，特別頭家咧會聽伊話特別只大影響啦，是講伊。對，會真大影響咯。So that真濟人會聽伊話咯。So 若是講你愛甲伊，就係講唱反調啊，that means 講就係講做甲伊無順嘅物件。無相嘅無順嘅物件，你家己是只坎坷嘅咯。你會講對喎，唔啱喎，連頭家本聽伊話喎，你看咯。然後我講，你會講安尼款伊個公司嘅前途啊、前途是安怎？That means 特別我講，你愛講久嘅呢袂順着嘅咯，你特別有學一個 duration 啦。So 伊學 around 半年安尼款啦。So 這半年內邊呢，這間公司會安怎款嗰種？所以伊舉着會 cut 吼是 tower 呢是。tower 呢，你若是講到伊個圖畫會看啦吼，伊個 tower 呢是愛倒了誒，了有人呢 from 頂面跳落來誒，所以伊個意思呢本會使講是毀滅安尼款嘅意思咯。所以我就甲伊講，你半年內邊吼，這間公司應該是袂久了誒啦，會倒了啦。我問你先，你安怎去學到安怎 explain 嘅？伊有啥？伊有一個啥 translation 係啥物物件？對，伊有一個 chat 誒，伊有一本 chat 誒。然後你牙甲，你是安怎牙甲？你就係成個拔波哥安尼款，成個插安尼款，安怎就是牙，你牙是人牙，我唔捌。伊牙啦，伊牙。哦。伊牙，所以伊牙若是伊特條愛。你一條還是無？無，伊隔兩是伊跳誒。哦。成日講 OK，你當今你一個 questions 哦，成日講 OK，當今頭一條隔呢是你加 A 嘅關係是安怎？所以你嘅心內邊呢，伊嘅心內邊呢特別想掉佢嘅 questions 啊。OK。啊，แล้ว伊去跳咯，跳安尼款咯。แล้ว伊特別甲你講，伊想掉物件。對啦。哦。特別講，我會tìm淡薄 questions 互伊啦，成日講 OK 啊，頭一個 questions 你愛問嘅物件是啥物？所以人愛有一個 compromise 咯，你愛甲伊 compromise 講你嘅問題是啥物啦，安尼款啦。所以伊就想掉伊嘅 questions， 伊跳若是呢，伊愛想掉伊 questions 咯，伊愛真正 focus 咯，所以伊跳出來了，甲咱下掉咧，吼，咱咪一個開咯，吼，開個了咧就看。幾條一人去要跳？無一個，伊有一隻嘅算法誒，所以伊有一隻無相嘅排陣啊，排陣安怎講嚇？啊，無隻 system 誒，哈，無相嘅。無相嘅法啦，無相嘅法用嘅法啦，所以我哋用第一間。哦 ，OK。係擺嘅 pattern 無相，所以我用第一簡單嘅啦，就是安尼款一張安尼款問啦 ，because 我陣時我本是研究差唔多半年安尼款嘅嘛，所以特別我甲你講，你研究這物件是吼，你愛真正靈修啊，你講袂曉講啊，靈修啊，你講。你明白意思阿龍會明白啥物是靈修。伊就是為伊成講伊特別 spiritual 對啦，伊特別 spiritual，伊特別有啲功課嘅，伊成個修行嘅咯。成個大媽嚟數揾嘢笑。你袂使時小滴滴答答咧，袂使啦。你特別成個。你特別真正。你講特別種嘅 personality 嘅嚇，伊是 spiritual 嘅人嚟，成日做重要做嘅。係咧。嚇，然後暫時你特別成日講，你啲算啊時喎，嗬，你家己本特別準備講，你家己本特別有 preparation 嘅，就特別講，你袂使真亂嘅，你家己啦，你家己愛 prepare，你家己本嘅。所以若是講愛正愛佚佗愛做這個物件吼，你唔係是你愛算若是喎，你愛 prepare 你家己。但係講你嘅頭腦係咪搞得特別空嚟啦？你個未學你嘅，伊特別你讀嘅是伊嘅名，所以你袂使你把你物件glau你嘅 interpretation。แล้วก็就是講你平時呢特別練你頭腦嘅寫要特別正啫。特別講你這個吼。是特別練嘅喎，你講你會特人會安尼款咩很死呢？你看個了你頭腦係咪安尼款袂嘛？你這個是愛練嘅，所以練嘅，所以練嘅是安怎練嘅？就是講你啲家迄個排啊，你啲練習若是，你家己愛練習算嘅嘛，就算啊，了你去 refer 到對伊個 chat 啊，了你慢慢安尼款啊，你
慢慢安尼款學啦吼，了有當時有嘅圖畫，你會感應到嘅，你知道？你 feel the emotion，對，你會 feel 到講伊愛甲你講嘅物件 ，maybe 唔是冊內面嘅解釋嘅。所以特別就明顯一下，一個不像 message 就特別就 clear 很好。對，伊安尼款，所以代表講你特別甲迄個卡吼有溝通嘅，你特別愛甲伊有溝通嘅，แล้ว唔是講特定夾啦，如果當 market 嘅位啦下面款嘅夾啦，吼本有出現，本有出來嘛，嗰陣時。你是早買你夾？我表哥就買啦嘛，嗰陣時。嗰陣時，乜那個垃圾，暫時冇垃圾那個差唔多大眾健康車店咪買好。對，所以我是有一個機會買到伊啲 original 嘅迄個圖畫嘅牌，裡面講伊是平時人用嘅啦，即係 traditional 嘅迄個 original 嘅迄個 version 啦。應該係無相嘅，你啲看到一格嘅時候吼，有當時你會感應到嘅，你知道？แล้ว特別我無安尼厲害過嘛，所以我是用22張格爾啦，22張格咯。所以嘛隨啊嘛甲伊講哦，你即個公司吼，伊應該是未撐甲半年咯，伊半年內面伊才叫有事咯。แล้ว個算落去咧，就是講，伊講無理由嘛，安怎會有事呢？伊就看袂出講有蝦米 problem 喎，嘛你伊生理就真正好啊，蝦米啊。แล้ว我講我是安尼款看啦，我看到嘅是安尼款啦，所以你嘛看安怎咯。แล้ว結果咧，伊本是走啦 ，in the end 伊本走啦，所以伊走了吼。แล้ว差唔多過真久啊，就嘛無甲伊聯絡啊咯。我 friend 伊成日講是去新加坡做工啊面嚟款，แล้ว有一日那時吼，伊 from 新加坡轉來啊，伊就慢慢找我了喎。แล้ว伊講吼，迄個公司應該是倒去啊。半年內邊應該是倒去啊，แล้ว伊人嘅結局真係慘咯，安尼款咯。哇，你看到？แล้ว講嘛好彩成走安尼款咯，แล้ว我講咯，แล้ว你冇包隻紅包啊？冇啊，特別 that time onwards 啊，我冇算啊，because 我驚，你會 feel 到講正就冇事啊，安尼款啊。是咩？你咩時好啊你？我唔敢啦，你頭隨時實在趣味呢。對，我對伊有興趣嘛，一陣間我唔知喎，我接觸伊。你是 curious I think， 你是？我 curious 啊，特別我接觸伊啦，吼，我會有迄個感覺，我袂曉安怎講。哇，你邊度把刀會使去 straight ski 拜拜？唔係啦，你看嘅物件，你會感覺就講，你甲伊嘅迄個牌喎，吼，會有 connection 嘅，真奇怪喎。你無好咩？你看？特別算出來嘅物件，若是講無好嘅物件變真嘅，你袂感覺到吉利咩？我 in the end 我無去當伊啊咯。安尼咯。別人咧，別人就是人去看命過證，冇可能睡命過，就九三字來。做咩事？我往時冇明白是啊，我特晚攏老人講嘅本是。每看，要去看命是因為你要做一個 decision 嘅事，你要再講你 decision 是對唔對是去咩？你是係咪 ？OK， 我做過腦，我只是人那邊是做過腦刀呢誒。看命 ，because 係咪數？一個是 I think 是叫看命，一個是講算你嘅命是有偌重。幾難鳥，幾難錢，你命。because 係咪數呢 ？because 古邦嘅時，我媽伊人是做生意是賣紅公了嘅。所以就金磚，可能物件啦。所以特日呢，我媽坐喺後邊咧，看研究下咧係咪，下咧通冊就是下咧通書啊。下咧通書，一本嘅冊嘛，古早伊人去看算命嘅時哈。然後伊人係咪有啲咁嘅物件？
伊就看迄本冊，所以有一個 section 咧是講會隨你嘅骨頭嘅命有偌你嘅命有偌鳥，係咪就這咩啊？就見幾鳥啊？幾那錢，哈哈哈！伊就是夾你嘅出事點先？你嘅白字對啊，又去水咯，白咩？白字咯，白字。你出事嘅日子啊，咩咁了啊，伊人是隨安尼款嘅物件誒，所以伊講出來嘅物件呢，都不過他暫時我不是成個半相信就無相信嘛，特別伊講出來嘅物件我I think 是16是17歲呢，所以都係咪咯我講。嘛知爾咯，所以我是你媽叫你去看算嘅是，還是伊那是沙家上個買下面爾，所以我是感覺我聽，所以你媽叫你算嘅啦，伊人去看嘛，所以我就感覺，安尼款講啦，伊內邊咧，伊是講伊干那有4句話爾誒，伊一行內邊干那有4句嘅話，所以我是感覺講。是講是一個安怎講一個伊要 remind 你安尼款你嘅命，你講你嘅命生成是安尼款嘅，安尼咯，所以我嘛安尼款嘅啦，沙家啦，我無喺多心那邊咯，and then 就 I think after 5年幾後年，我就要我後來是我看另外一個咯，後來是看命。伊人是看迄個紫微斗數啊，你知哦？伊人是叫紫微斗數，是講看你手誒，看手，毋是看手板，伊不是舉你嘅白字去算 ，and then 伊人是看上個迄個咩星座誒啊，something like 嘅物件，毋知安怎算誒，伊人佫有refer to 迄個八卦誒物件誒，迄個呢都是什麼講咩？你93字啊，我本捌看過，特別我人是看佚佗 ，because 迄個人啊，伊講伊有一本冊，安尼長長呢，像一個鏡冊安尼，了伊現，對咯，迄個就是咯，伊交你背字，了伊佫看你相，看你目睭，看你耳，你喙齒拍，伊看你鼻腔嘅款，伊看個了，所以伊有講幾項特別。伊看我伊人迄個人來做嘅時，是講做佚佗爾啫。伊是甲人，伊是別人拜託嘅。了伊拄好來，了伊人嘛講叫伊看咯。了伊講有陣時囡仔看袂準 ，because 囡仔會變，伊大漢會變呢邊。我係你背伊講有個物件是安尼，背字走袂去嘅。because 你生出來就是你背字，特別你相咧，有陣時會變，像有個人講囡仔巴肚了破相。換一面嘅啦。所以我迄一陣我讀平話，我14歲，了伊講特別咧，伊家己有家己嘅 rules 啊，若是講爸母莫互人講伊 fortune 咧，伊就莫講出來。了我嘛甲我爹講莫講 ，because 伊人講我古早正細漢就叫我人甲我爹我嘛講我袂使話款物件 ，because 我會真應互咧心針去。所以伊人講莫講，所以伊有鳥，我過記過，伊講我嘅骨正，伊講我嘅骨無重。because 主重就是主好，主重就是主好。93字你就重93字。你就答一歲就是。我係真輕呀，我係人安尼重，我唔係真輕。我老鳥三字名，伊講是老鳥三字。對唔對？對，老鳥三字名伊講。我會記，我是差不多7秒，特別咧，伊個看有一個人哦，伊高鳥龜咗，所以伊講迄個高鳥龜啊。九字龜我唔知啦，要九鳥九字係咪龜啊？九字小米。伊講個人嘅命是應該係好啦。特別我知嘅，當然有 app 啦，嚇，當然有 app 係算嘅啦。OK，喂，記定到是人捌算學我過我未記啊。定到邊學咁捌人我算。清骨咧有攤 apps 啦，但係講93字講嘅紫微斗數是用9嚟計來算。
哈咧教你嘅啊，即教嘅是地址刀嘅啦，即是地址刀嘅。地址刀嘅，然後講下就咪講地址刀嘅，哈咧我本是唔買嘅，是我係買，個我係以白話去。哦，because 係咪數呢？我係買，我係以古仔伊人會捌算嘅 ，because 伊人都是對這個師傅嘅，這個師傅呢，大我係會啊，我係金榜嗰邊會呢是真正真正出名，係咧，隔了人啊，有蝦米數啊，佢幫時啊，佢吹伊啊，成個看名水白字啊，咪隔了嘅，所以呢，伊就講咯，伊講我，伊表示係咧是，暫時是 I think 是買每條做工嘅物件誒，我係嘛，對伊人食煩惱，我要做蝦米隔了嘛，所以伊人就講啊，伊人就隨講好，我係有形啊，是講係咧金木水火土係咧，伊講我是欠着。啊，無夠金，伊講我名里內邊咧是欠金嘅物件，所以我就要去做迄個有 related 對啊金嘅物件，啊無就是你去做迄個高金店啊，啊無就是你成個你做鑄甲啦，伊講有 metal 嘅物件啦，啊無就是去賣金啊，咩嘅啦，即係有 related 關係對金嘅occupation 就對啦，你要去做咯，所以了。就講到關係，你兼水嘅有陣時伊叫你學啲似乎啊是阿咪物件，我伊人有伊人家己嘅講法咧，真趣味啊！我是感覺伊講了是真趣味啦。伊講到欠開啊，欠金，無夠金，欠金，所以伊就 encourage 你去做燒焊啊。五金啊，賣金啊，五金嘅嚇，賣金啊，無就是做鑄甲，表示講鑄甲是蝦米？係咧位蝦米？個了不是用係咧鐵做嘅嘛？講，OK 嚇，OK，sorry，嚇講。嚇，係咧，了伊講個有一半時呢，伊就講啊啲講個尾時，伊就講有一個呢，伊快掉，特別伊講伊唔係講 ，because 伊講一個呢，若是講伊講出來，就是伊講蝦米泄露天機，所以伊唔係講。哦。伊講。伊咪講，表伊講即個物件，actually 嚇，伊看伊就是對伊有傷害嘅，所以伊講伊咪講，表伊合暫時本錢也留了，趁啊伊不是歸心了無大這邊啊，所以伊講伊咪講，所以有一個第一要緊嘅物件，伊講你就要大家去你去做，你去 experience 咯，講你慢慢，若是講你相信啦，伊講你相信我講嘅物件呢，啊，你就會知係咩物件咯，所以but。我唔是安尼咯，我是一般無相信安尼，都是安尼啦，所以我是講咩咧？是講咩物件？你相信無相信？伊甲你講定咩？我是甲你講就你無減金了未去減嘅物件，伊講，若是講你唔愛做安尼款 related 嘅物件，講我是比較緊，講比如即係是看你家己相信定無相信嘅嘛。哦，那你知唔知迄個天機不可泄露嘅物件係咩哦？唔知。哦，我都無去查。Usually 伊人無咪 suka 講嚟無好嘅事，伊咪學你煩惱嚇，煩惱嚇，伊講講，無咪好嘅物件伊無咪講，你睇唔？Because 古早嘅人是加 superstitious 嘅，所以人愛搞錢啊，愛傳播啊，伊人會問，所以伊好嘅伊就直頭講嘅，แล้ว無好嘅伊就無咪講，แล้ว你就要問伊成個。即個人伊嘅前途好，會趁食哦，即大半怎樣？了，若是無咪好嘅，是伊無咪愛講嘅。了，你就知啊咯。若是伊無咪愛講，你就知講，即個 maybe it's not meant to be，但係有陣時會甲你講，你若是相信，就 OK 咯。你無相信，你是當成看廣告書了咯。伊有甲你講變咯。你相信，你就做；你無相信，你是當成耳邊風咯。哦。都是安尼撒嬌。我係默個話一坐我去看，安尼啊。但你但你有成個有清查咧有影響，對你甲你看命，甲你平常你話聲話有咩影響嘅呢？搞啥子？我是感覺是講我無相信嘛，and then 佢暫時 because 本 I think after SPM 出來，本 still 要吹掉家己嘅係咪啦？家己嘅我要做係咪物件啦？所以我就冇做過無上嘅工啦 ，and then。到尾是講I think 就是5年前嘅事咯，就 start。我是講我特別做接手我係係安怎講我出來嘅物件啦，是做對做隻嘅物件咯，安尼咯。哦，你仲唔是講做隻賣迄個香料嘅咩？哦，你是你媽。係啦，
下嚟我媽人做嘅，我姨人賣，特別睇那本冇啊，冚啊，人本買做啊，安尼啊。So because 我唔知講嘅對唔是唔對啦 ，because before 做下嚟賣曉硬公料嘅時呢，嗰早一幫呢，我係有影隻我係做五金店嘅。哦，我做五金店嘅。So 到 after 做五金店就做賣硬公料啊，硬公料都冇做到。แล้วเราไม่做嘛，我อีไม่做我媽都老啊未做嘛，所以就冇咯安尼啊。阿涵呢？阿涵我看阿涵上線，阿涵最名。啊，點樣上線？我可能睡過。我去台灣佚佗嘅時，伊有一個 tourist trap 啦，就是愛買迄款吉嘅苾秋啊，蝦米物件。我到當今我有行啦。我係點解網絡內面，伊就講咯，我嘅名嗬，我嘅八字啊，加了我是小姐金。哦，你咪是教後應該教三字咯，你教。了，伊講我名哩小姐金，了小姐金了下就會穿咯，就係死哦，我係係句嘅嘛。別拍哦！你看教你冇條路，你看你別使清白劍得唔得？啊，是咯，我未清劍嘅物件嘅，真嘅，我 allergy to 劍嘅。了呢，伊就講嘅一個是較真啊準嘅啦。伊講我嘅名啊，運動愛17個筆畫。哦，你名就17，因為17個筆畫係等樣字啊？啊，是啊，我甲7歲，我較會曉寫，我較記唔得。哦，你講寫了，我知即個是真嘅，因為我嘅媽去找古宗明啊，是古代真啊 famous 嘅水名鬼名誒，哦，甲你改名鬼 baby 嘅名誒，啊，了。我嘅爸我出事嘅時就可以看我嘅八字，我 OK 17個筆畫行啊，即個是伊有 corroboration 啦，嘛 OK 咯，了and then 嗰一擺咧，我有一個朋友，伊是一個馬來亞真啊出名嘅風水先生。伊先生學生來啦，了是大埔的啦，了伊嘅名伊有紅毛名的啦，出名的人知啊，伊係大埔啦，真啊出名的，真啊出名的，你講緊你名啊？我唔知，我知，係你合是唔是？伊常常有出現嘅先知嘅事。啊，是啊，伊但你咪出書嘅啦，是迄個查埔嘅，是迄個大埔嘅。我知。OK，了，伊就講伊愛學嘛，互伊順咯。了，伊講我嘅名哩啊，我是一個寶刀來，了運動愛行去磨練嘅。哦。所以磨練了較會來咯，較會 smooth 啦，安尼看咯。了我當今日無工做啊，磨練掉。咩？你冇做啊？你病冇做啊？冇啦，意思講你經歷物件嘛，你對，你多。你磨練，按照你買那大聲啊，韓。啊 ，sorry，我當今用 Sony 嘅 headphone。哦，咁大聲，大聲。我明白，伊講你名是特別磨練嘅啊。啊，因為我細漢嘅時想好名了。哦，你唔是你媽只個磨練你咩？你媽只鹹嘅咩？你媽到底要播你多嘅唔是啊？是啦，嘛是，你迄個是小事嘛，迄個是 small problem 嘛，安尼看到若是我下擺較老誒時愛發達嘛，愛磨練咯，那安尼看。哦，你當今你冇做病嘅講啊？我可能 retrench 嘛。哦，把你 retrench 哦。冇啊，10月。哦，但係你對馬來西亞嚟講。啊，是啊。哦，後面本來係很事。
就是啦，無啦，伊互我真啊好誒 package 啊，哦阮當 ，OK，OK，愛行誒啦，嘛安尼款咯，了看飛機嘅嚇，蝦米飛機？坐飛機，係咪抓飛機？ message，sorry，坐飛機。哦，叫你看你 private message，你 back channel。OK，OK，阿龍，看做飛機。阿龍，我俾聽你經過一個。要講嚟香港嘅，講嚟香港嘅。是香港嘅。一困嘢啊！香港嘅我哋就是講嘢啊，係咪困嘢？冇啦，你講三句呢？你講三句呢，就了嘢啊！你都在講。我講嘅啲係咩？我係記。但係你講嘅是你有講到一個。交出嚟跳皮囊嘅嘛，我就去哦，看冇講皮囊嘅。你今日講你嘅香港看名，特別正準啦，特別你冇講 details。是咩？你是到底錄音是講，是到底個 house 嚟講？未記啊，我未記啊，我就講我有講過。哦 ，in between 錄音 ，OK。in between 錄啊，就講冇落過啊，冇落過。我是香港朋友，我朋友伊教演，係咧，我這朋友咧是老朋友嚟，往20幾年誒，所以香港嘅時候，所以我是伊教演啦，伊古仔是pen pal嘅，所以伊教演了，我是伊古仔係咩？你係pen pal。pen pal，往嘅pen pal 哦，OK，伊唔是我嘅pen pal，伊唔是我嘅pen pal，即係往嘅演啊，咗我跟結婚證裏面講係了，而係你演啊，係你演，我古仔有一個唔知係咪 world 係咪 vision，唔是 world vision，伊有一個pen pal 嘅一個 organisation 啦，有一個安尼組織嘅，我就去參加咯，學類啥是我記學啥是攞一顆美金就something like that啦，幾回事？我學一顆美金，而家13、14歲咁樣。OK，用學咁樣咯，然後我睇到一個pen pal香港嘅。然後就寫皮，係咯。伊個班裏邊咧，有一個朋友，本寫皮。然後發現到後面就，我甲伊寫皮啦，我甲 A 寫皮啦，然後 B 咧嗬，甲我好朋友寫皮咗，所以我後來我甲發現到，講原來我兩人嘅朋友是上班嘅咗，然後我甲一個朋友是機票出面冇上班，特別我 until today 啦，講4年啦，我落嚟香港嘅查某，甲落嚟邊嘅查某啦，講4年啦，until today still 是。bestest friends 啊 ，until today 就。你攞咗 communicate 咧是寫 email 未？古仔是寫皮，after that 往行過嘅咧落嘅咧就 ICQ MSN Messenger，上會先啊，啷個了？病會79年嘅往病會嘅咧就，所以往白畢業，用學畢業，白讀大學，所以往。share 真正往 live moments together 嘅就，往是姑嘅都掉，特別往嘅 WhatsApp 啊是 almost every day 嘅就 ，until now today 嘅就，所以往就係香港嘅，往上去香港，但係隨樣白食飯啦，白幾隻圖，樣往真食嘅，所以咧嗬，一嚟過啲就開始嘅，所以樣記得我一個教員咯，一教員，但係我哋去參加伊婚禮啦，一教員。所以教育都幾日啦，我白去我講我未去廟街，我你真係大漢咧，我唔係去廟街看面啊，出面啊咗，你看 TVB 戲啊，特冇就講廟街有人睇命佬，講先嚟舊咧嘛，去邊佚佗啫，我熟咯，咁去吹，咧有一單，你是一個 auntie 嚟，老阿姨嚟，伊無講真係老啦，特別伊是，我其實是伊嘅目睭一粒目睭冇咩好事嘅。上個時人就我未記啊，我冇咩意見變咗就30歲或者冇咩好事嘅，就是種你就看就講是伊會曉看面係種嘅人嘅就，所以伊是招嘅，伊有一個招拿，冇招人，係啦，伊招出來跳皮囊咯，伊跳啦皮囊啦，伊跳，佢抓出來，伊就念啦，係啦，伊就咪話講，你係咩名嘅？我唔會講，你講廣東話講 of course 啦，我係講華人好，所以我是講廣東話嘅，所以我小嘅講話是 native speaker 嘅，所以我就計講我俾看查前面嘢咯，你講唔要緊，你係看下落姐，你都學落姐累，伊有講咧哦，伊就是愛累嘅嘛，伊就是擺到我就是做生意嘛，你做做事。你嚟個廟街，你看面，就是要好講睇女嘛，所以你係講學女仔梅羅行，講你梅試行，你冇學羅陪女咯，就簡單嘢就。
人家就 straightforward 嘅，伊無講你拖啦，無講咩，而家就是愛攤對嘛，你袂人做咩物件？你來拜單，你袂票，你來吹就是袂知，講是拜單攤對啊嘛。就是咯，你愛知，我學你知，你學我女人咯，啊，你歡喜來就唔是逼你來，無逼你嘅，叫嚇，我歡喜，係咯，我就每講我嘅事業咯就，我講我嘅事業，人家伊講嘅物件是我會到車驚嘅就，伊講我。伊講到物件就，應該點寫？我是2014年嚟嘅，2014年嘅2月，我朋友是2月15號教嘅呢 ，After Valentine's，2014年嘅就，2014年講嗬，你嘅命唔是啲你當然大嘅所在嘅就。哦，你是到馬來西亞個？你是你公司嘅種會議所在嘅就，佢哋嗰個到馬來西亞做緊嘛？2014年，我是1年隔離過嘅，你是要去種會議所在嘅就，你是要去一個真正會議所在嘅，離開你處種會議所在，你要記病嘅。我講，我唔是係會做就係，我唔知係會做就係。你講你愛去到落位。哦，我想你講咩嘅女啊？佢同你講你去到啦。冇。佢呢件嘢一睇未掉嘅，呢個就係講佢哋 message 就講要遠行嘅啫。就講我俾橋換嘢咗，就做緊嘅啫。換嘢咗係直頭來。佢陣時我是完全唔知係咩事嘅，就完全唔知。然後我講下，我嘅見講我老了啊。無女咋，我驚死你講我，你無大富大貴嘅，你講我唔是大富大貴嘅，特別講我夠死嘅自己啦，我是無欠女嘅咋，我未無女嘅，特別講你唔係 expect 講啊大富大貴啊，大富大貴，大富大貴，大富大貴，你講你唔是大富大貴啦，你唔是講大紅毛老翅大隻狗，你都唔是咁嘅嘢咋，話大丁車。你唔是人哋命，特別你未要嘅。哦，你免煩惱無物件食，無命靠不無呢哈。你是 forever 有累嘅咋，特別你唔是大累咋，你是順嘅，你幾條命就是講你會彈啊，你會開，你就歡喜嘅。你講你命就是人哋講嘅，然後我講 OK，我就會看家庭。我講我要看家庭啦，一看下你抓你啊，一直頭講一句話，生我一句話就講，你無兄弟緣嘅。以前教講就，你冇兄弟緣，講就陪陪下嚇。你講你冇兄弟緣你就，我講我按怎講咧？你講你甲你嘅兄弟姊妹啦，伊唔知我幾個小弟幾個哥，伊唔知。你講你甲你兄弟姊妹啦，無話講咧。我講屌咯，我講你無兄弟緣咧，你免驚，人是一個口嚟，但係你無話講咧，是一個口嚟。有代志有蝦米物件，你需要點時候人本是一個口個嘅。你唔是咗混嘅並面，你都唔是。特別你冇佢哋演嘅，你演只只波嘅。你搞你兄弟姊妹冇演嘅，冇話講嘅。要人家到好拍到對嘢你大佬啊，大佬是 actually 是定幾個字整嘅數嘅咋？大佬是幾個字整，而家大佬是2013年嘅數咋。所以你2013年，你講我你抹冇冇乜嘢，即係你講你冇兄弟演嘅。你講伊講冇你兄弟姊妹之間咧。緣分好薄嘅，已經同我講就，你哋冇偈傾嘅，已經同我講就。你講我聽咁你都知，就轉就我每個俾佢，我每人咁俾咗，當時唔是白鴿咧，而家我俾咗大家我係做咩㗎咧？當時白鴿我黐線啊！我白鴿俾咗潮啊！就我講當時白鴿，你香港嘅朋友佢有講我白鴿。冇，我講，我梅講，你係咪夾埋嘅？我是人都成定住鬥嘅事，講要學人以後講白生口。你是แล้วอีก็冇啦，你白鴿我唔係嘅，所以我講晒我朋友唔係嘅嘛。แล้ว因為講出呢物件咧，แล้ว你講何要字後面又講咧，我人哋對你哋寫我唔使做數啦，人哋前年啦。我 already 是 give up 咧，就我冇上我呢邊叫上借咧就，我唔係講我會隨 life companion 咧，隨感情啦。你講我是只係冇感情嘅就，你講我冇，你講我是一個人嚟，我冇感情嘅。我唔是講我唔是講我一個人冇感情，我一個人有感情，我是講冇 relationship。你講我冇 relationship，你講冇 relationship 嘅。特別你講何，你命冇開，你命冇開，特別講 lonely 嘅就。伊無講啦，伊是講何？伊講伊講單身之人。伊講上感情上唔會開花結果，已經同我講咗。伊講我感情是未變化結果嘅，你感情上唔會開花。冇要就意思，你感情上係冇花果。
我講我咪是人是一個人嘅，你講叫你是一世人一個人。叫本來阿媽咪是Your love life is a monk fruit，就是講你做會想。貴子愛貴子嘅咯，嚇貴子愛貴子。呢是羅漢果啦，又唔是無花果啦。我mix up。你有無花果是迄個啊，迄個我just 個字啊，你講咩？fig 嚇，fig 嚇。sorry。你講我。是隨便掉咁整嘅，伊講特別個嗬，伊講如果伊講我一世人你未同考嘅，你累無比人濟，特別你無比人少，你厝內人雖然講無話講無咁整，特別人關在是你厝內人嚟，無變掉到即個物件個了。actually 是好啦，就是講伊講嗬，我規世人無迄一種嘅 stress 嘅時候，無講話爸母被叫你搞演啦，兄弟嗰度做累啦，伊無迄一種嘅嘢，你知道，你無迄一種嘅問題。特別你嘅爸母關係是你爸母，你嘅兄弟關係是你嘅兄弟，然後你工關係是你嘅工，然後你嘅累咧關係固定迄邊個咗，就講你無趁真正濟累，特別你話你交開，你歡喜嘅，你食飽飽嘅，然後你嗬，你會使一世嘅去驚嘅，啊你講到愛情，你係找一個 partner 啦，個 life companion 啊，伊講即係是面上嘅，你嘅做無嘅，你講我找袂到嘅，伊講我係 miss 掉即個物件個了嘅 ，miss 掉個了啦，特別我交杯啦，伊講特別你嘅人唔是無歡喜嘅人咯。已經同我講咗，你人唔是無歡喜人啊！你 life 裏邊啊，應該有嘅物件，你有無應該有嘅物件，你按照變樣啊，半攤未，我咪攤未到逼未來嘅。我咪รู้啦，阿龍，尋日你其他人看過名人，我就無咪明白，做咩事你要去看名咧？成個你看到物件是，伊甲你講物件是，你話你知了特別，伊講出來了 feel 到，哦，哇！伊個再講我甲我兄弟感情薄，了。特別你是會，我無明做咩事要去看咧？做咩事要去問啊？伊 confirm 要你知嘅物件咧。因為我家己是一個安怎款嘅人咋？我相信嘅物件咧嗬，我會相信嘅咋。所以講啊，若是講我相信講，若是講啦，我有想過一個安尼款係一個scene嘅咋。我困啲 railway track 位咋 ，railway track 位，然後火車愛來。火車路嘅咋，特別我未死嘅咋，我唔是講火車經過了我未死咋，我真係 strong 嘅一個 belief 講啊，如果我困喺火車路，有火車本好啦，我本是未死嘅 ，because 啊，我是一種我在 get go 咧就，我在伊 consequence， 我在伊 result， 伊 output 咧就，我唔知係咩就，我唔知 process 就，我 whole life 啦，我就係物件。我唔知 process 係咗，所以有時講我就講我會談到佢哋物件，我有時講我佢就講啊，我被你即係講即係講就我被食 KFC， 我就講我帶到食係掉咗，即係是我家己學女啊，是我家己行去啊，嗰時我 home delivery 嗰時人做人坐我去，人坐我去，我唔知佢哋 process 就咗，但係我就講我愛做嘅物件，我愛談到嘅物件，我 at the end 啊，我帶到談嚟掉咗，係啦，另外一個物件啫，我唔知我第時談嚟掉咗，我唔知，我。whole life 啦，我食隻物件本身就，我係俾一個物件啦，我係，但係我 until today 我真奇怪係邊度，我家己一個人啦，我 until today 我有一個 hobby 嘅就，我有 collection 嘅就，你講我俾你隻物件，我有隻物件我 collect 嘅就，我 collect 隻 Disney 嘅 soundtrack 嘅就，我 Disney soundtrack 幾排，我哋定係博個 hunter 30秒，冇上 language 嚇，我就自己就 ，after so many years 啦，我是90年代開始。笑嗰就 until today 啦，我估let's say 講紅險啊，我係除掉講 let's say 啦，我係除掉講Pocahontas Greek 嘅 version 我唔捌有過啊，我係啲 internet 我看到啦，我叫落 order 去買嘅就 until 2023年嗰就，迄個是20年前嘅 animation 嚟就，我佢係我除掉一個物件啦，佢係我看到嗰個我買掉 ，because 啊，我 already 相信講，我有一日我會睇到一個物件咧 ，just that how and when 我唔知呢。所以我後來我 plan 嘅物件是我 already 知佢哋 result。即係你去看名是係咪咧？係咪做咩 motivation 係咪？而家我冇 surprise 係咪咗？但係我去看名幾難打嘛，我後來唔能看嘅。我 even 話嚟 Korea，等你估告訴講嘅，我嚟 Korea，我本時就係講我愛嘅物件咧就。伊教我講嘅物件是我相信，我冇佢哋aha moment 嘅就，我冇講是哦，我冇佢哋 moment 嘅就，我一直講嘅是啊，哦呀，對哦。我知嘅，我了解嘅，無兄弟緣，
無病無緣，我知嘅，我明白咧就，but how and when 是我 question mark 嗰所以講我俾去一個種會咗就係，我講我知了嘅，特別是到落位，你唔知㗎。第時去，特別你，所以你心裏面有一個就係講你八刀嘅事，去開會做嗰陣時講你唔知其實你唔知度亂嚇嘅。喂，佢定到你捌甲我講過，定到你未去韓國嘅時，你都捌甲我講過啊。對，我講我 energy option、energy selection 啊，去新加坡咪時使，去香港咪時使。特別我唔知，特別係點時候我 actually 我知講我未去韓國是 because I want to，我唔會去韓國。即係我唔知講第時會去，係咯，我安怎去，我冇咩辦法 because 我特別有一個 method 嘅嘛，一個 approach 嘛，然後我唔知係點樣，所以我就是為咗會知這個 answer 這個 process 啊。我去看名嘅咋，我有幾難刀，我 even until 啲檳榔，sorry，啲 Korea 我冇看過到，啲 Korea 我有去看塔羅咗，都做咩事？Korea 嘅人是真正相信呢物件嘅咋，真正300嘅都做，真正相信呢種，唔是，然後 super modern 係了無，你特行會是去看名嘅妹啊？你一把行會去看名妹，乜就係食名，梗係看名。下啲講述差不多相似。樣看樣嘅名，看筆畫嘅咋？樣看筆畫嘅，樣看電腦字筆畫嘅咋？嗰啲是有用電腦字，特別樣無啲樣 daily life 裏邊樣無特特去寫電腦字嘅。樣時即係樣就係講樣嘅名叫做김상혁，嗰啲김就是姓김咯，然後상是有幾多嚟상嘅嘛？寫電腦字咧，혁本身另外是幾多嚟字嘅嘛？所以樣唔知樣嘅名就樣姓김，所以樣就係 baby，until now 啦，少年人啊，樣嘅 baby 嘅名不是佢俾嘅咋？until now 就係韓國嚟嘅名，因 baby 嘅名，因走去看先生，嗰個先生經筆畫經筆畫，所以你會常常拄到啊，有時人感覺就講啊，若是講你有接觸到一隻韓國人嘅名啦，你會到齊嘅講，咦韓國人嘅名嘅義理就，一樣嘅字啊，咁奇怪呢就，譬如講我有一個同事啦，我有一個同事就，伊姓記名就，係了你嗬，伊是查某嘅就，伊是一個真水、真少年嘅查某，真 sweet 嘅查某嘅就，把住到女真 sweet 就。你 Korea poster 裏面出來，真水真 sweet 嘅查某嘅就，係啦，特別你可，伊名不是真好聽啊，你用 Korean 嚟睇出嚟話係咪未歹聽嘅名嚟？係咯，你可，特別我每個你嘅名電腦字啊，就寫，because 我睇電腦字嘛，所以我熟習看人嘅電腦字，我叫佢寫我樣描寫嘅，伊寫啦，我冇咩有寫，because 冇關係。伊格格嘅就，伊寫我看啦，講你有寫唔到字啊，講冇我冇寫唔到字啊，一直到啲講電腦裏邊一拍。你上嚟咗咧，because 伊前，because 伊樣 IC 對面有電腦字嘅，伊是未曉寫就伊 IC 有你上嚟電腦字啦。伊我看啦，我出你名人哋講啲咧，伊講我係老伯買對嚟嘅，伊講伊出伊看名啦，看名假名啦，伊假出來，伊名是假，就是講佢找一個人嚟按住。professionally 看佢成個阿漢呢，對，成個阿漢呢，所以伊名這麼說，我感覺就奇怪，有 question mark 是 because 伊名是鐵臉的臉，你知道？哦，人都有人連嘅人嘅名有嘅，伊個是咧或者伊有一個鐵，伊第三個字是鐵嘅名，你別說咧人叫人阿蓮查某名嘛，阿蓮嘛，你嘅時候都是蓮花嘅蓮嘅嘛，對唔對？你嘅時候都是蓮花嘅蓮個字咯，無就是maybe另外一種嘅蓮，那個水嘅查某嘅啦，伊唔是有一隻鐵蓮嘅蓮嗰種，就是講伊是一個金字邊，然後一個連在一起，嗰個連就是嗰個鏈的鐵，連接嘅連呐，鐵鏈嘅。有鏈接鏈嗰種，這個鐵鏈的鏈嗰種，一直係咧鐵鏈的鏈嗰個字嗰種。我講做你名啊，你咧，伊是一個 and sweet 查某嗰種。我講下我嘅名係人哋講，because 佢哋名係我老爸吹佢哋先生嘅。我講伊講我需要有一個，安尼款嘅物件喺我嘅名裏邊嗰種。伊無夠金曉。something like that 啦，伊筆話 because 樣無寫 simplified Chinese 嘅，樣寫 traditional Chinese 嘅，所以伊筆話就字就連嘅字，你冇寫我就連啊，就連啊，就車，然後就安尼話啦，所以伊整個筆話就字，伊講啲名寫出來咧，我寫大話人看，我寫大話即係阿俊看。連啊，我係講人當天，其實講有一個人將教看名啦，伊愛教你看名，你愛可以看。要買。可以看，而家所無驚嗰種，我譬如講人講看名啦，我睇名我歹看。哦，是啊。呢個物件是國言嘅。國語這個物件是國言嘅，若是你有一個水命嘅人啊，伊忽然間甲你講，哇，你嘅骨相真好真好嚇，是你就好啦咯。
那是你 normal 伊无甲你讲诶。这字哦，对阿涵，唔是阿龍。我寫係你就練嘅字。我當劍 camera 嘅。當劍 camera 嚟，我冇學到啲 camera。誒，我 camera 冇啊？冇。誒，我冇看到 screen share 啊！哦 ，camera 死啊啦。對。我昨暝甲你講對啊，OK。昨暝啊，我看戲哦。昨暝我甲你講，我看咧韓國嘅戲啊。然後我看一隻暗暝對 episode 對啊吼，我當然該愛困了，但是講我困去攏叫我請。我愛困。OK。誒，我都看到，當然看到嘅字啊未？冇看到。我看到誒，logo。哦，我未記。啊 ，logo。哦。呢嚇呢。對，係你字啊，對，係你字啊，對。Actually 我本時就我昨暝對就出去12點，結果早起7點半咋。你對咪？咱貼鋪落就。我看咪看咧 Netflix 嘅一出戲，伊是韓國嘅人嘅戲，韓國戲啊，伊叫做伊淡薄 fantasy 本淡薄 OK 本，係唔是講就真正 realistic 特別，我是甲看啦，伊是叫咩 Heaven 咩 Go to Heaven 冇。Move to heaven， 哈 ，move to heaven， 哈，你 move to heaven 是讓人死啦，去燒嘢，對，流落，哈，伊是 trauma cleaner， trauma cleaner， 你就係你大波燒嚟嘅叫 hungry， 哦，伊講有即係 Asperger 係點啊？啊 ，Asperger 哈，少年嘅哈，你白嘢啊？你是唔是講只有伊嚟橋佢做嘅啊？哦，你朋友會驚來啊？係當年嘅驚嚟，所以伊把是算係當年嘅人嚟。係咪？伊唔是韓國人啊？你睇你看伊名，你看伊嘅聲，你看伊嘅聲，我唔知聲咩。伊嘅聲是伊嘅聲是潮州人嘅聲嚟嘅。哦，係咪潮州人名咩啊？潮州人。冇啦，冇唔是潮州人出名嘅聲。潮州人，你就看啲名，你就看啲聲，就講潮州人嘅，潮州人嘅。但我發聲。等，我是等 ，T-A-N-G， 等，T-A-N-G， 等，哦，等特別是等啊，陳啊，哦，調住係等，哦，我唔知意思，哇，係叫細漢嘅呢個韓國片咯，伊有聽學嘅話，特別伊可能有講明端嘢，because 伊老伯嘅伊講伊是到韓國大漢嘅嗬，伊是啲送嘅但啲大漢咧，哦呀，伊是冇講就大啦，伊去到4個歲啊，未去 U 地班過嘅，伊是對韓國咧個睇 U 地班嘅，所以伊成啲出事了，伊成啲，所以伊是多啲韓國大漢啦。一樣嘅，because 伊嘛係韓國人嚟，伊媽媽係韓國人嚟。哦，I see，OK，sorry，咱碰到對嚟，碰到對嚟，別人看名咧，別人看名是你有時 ，why 你 motivation 要去看名是係咩事咧？咱再講下。我無看 future 嘅名哦，我看 past life 嘅名。哦，講翻咗 past life 嘅名再看，你要 understand 你 past life 係點呢？你 curious？ 愛知咩事？你當見有啊哈嘅問題嚟哈嘅 problem。哦，成日大媽嚟講，有你物件你成日大媽咱嘅會上師傅講嘅，伊講伊命真正無順是 maybe 伊正視嘅這個係。所以你咪是吹看啥物事？你捌看過？會 help out in future 無？是唔是我愛 contribute some kind of merit to in order to change 當見嘅 better life？嗰時講未啦誒，安怎不是 is 你對愛like you know 你會做啥物物件？你愛 can you change it to become better？嗰時講你就愛修行like。throughout this life， 你捌看過，特別是唔是cada人看名是會曉看，你 past life 嘅名，還是cada人較濟看名是看你家己 future 呢？定好？唔知喎。你去吹咗？我去 temple 嘅迄個師姐，伊有看 past life 嘅，我唔捌聽過，伊講伊看。伊是 past life 是看，安怎講？你講我聽你經驗下。伊看講 OK，伊講做咩事？你會結緣，甲你紅，甲你驚。Then 哈密 life 哈密
stage life 係第幾個名，你係點聲是，你是喊。你直接做人，還是你捌做別項物件過？我有做過 animal 本。做雞。是啊，雞啦，成個雞啦。狗，我都做狗，哦。應該有會講，你覺得講嗬，你到對啲 pet 嗬，啲 pet 接觸緊你嘅，啊哈啦，哈唔見咯，因為但你有係你 connection with pets 嘅，即係 any kind of pets 嘅，伊狗看到你搖尾，有啲人看到狗就看到伊就咩嘅嘛，哈唔見咯，即係哈唔見咯，即係有講安怎你嘅囝會過來咯，所以我嘅囝當然是古早我嘅 ex husband 啊咯。你看咯，原來頭仔啊！你囝是頂到嘅 ex husband 嚟。嚇。要講你古早是哪個？嗰是怎麼？你講你嘅 ex husband 唔是你嘅 current life 有 ex husband 啊？對，而家係 past life 嘅 husband 唔是 ex husband，你 past life 嘅 husband。我數得夠，你知道呢？是 ex husband 嚇，對 past life 嘅 husband。就是正是啱是頭梯，即係你嘅不多面 ，OK。別人咧，別人看名呢？你係咪做咩事去看名？你有啥咩 ？Curious。即係阿三拉薩咧，阿漢你講下，漢。冇，我講啦嘛。阿三拉薩咧，阿三拉薩你聽到細漢時是看名啥物事誒？我無，唔是我愛看，是迄個人愛甲我講。迄個人是看名嘅人啊？伊是風水先生，伊真出名，大太平那邊嘅國家。然後伊一路來啊，伊是啊，就講伊是寫字練習伊嘅字迄種嘅人嚟。然後伊將搞看名，然後人請伊去台灣啦，伊一年看幾道呢？伊有鐳呢，伊就是賣看咧 ，because 伊無事甲做翻啲物件。然後伊來我隔壁伊人嘅家庭真技術，真凄慘，所以我爹甲伊講，伊是我爹 childhood friend 來嘛，白細漢啲金崩白大漢。去看名即人。because 伊人古早是細漢啲江沙大漢嘅，然後伊搬去台北去邊去。然後我爹講，like 我 neighbor 啊，再講伊真出名，嘛直直叫我爹用我爹誒感情啊，叫伊來咯。然後我爹真歹勢嘛 ，because 伊去看名，成70年代就10幾千啊，嗰隻。喲。所以我爹嘛真貴嘅，伊真貴嘅。and 伊看真濟，個了是迄個人做生意嘅，人做生意愛去工廠啦，蝦米啊，帶新婦啦，幾點帶新婦迄種物件。所以我爹嘛真歹勢咯，所以我爹甲伊講咗，我知講啊，即個是。為了感情啊，我只坎坷 ，because 我隔壁厝邊嘅人來嘛，了伊人厝來真亂，伊來咯，伊來啊嘛一頭，了拄好伊一飛機去香港了，我人到邊嚟嘛，所以我就講，你來，你早一暝來，我載你去迄個 airport 啦，了伊嘛，我嘛坐一條，了是伊甲我爹講我是我爹講，咪講佢聽啦，了特別又講，特別我咪相信啦，我聽。我聽喎。但你想發聲，你會使講，唔使講笑話咪係你硬逼你講。講，特別我是買相信呀啦。伊個我只講，伊講你這個查我是你坎坷 control 嘅。你係幾歲？13歲呢。哦。13歲呢。伊甲我爹講，伊講先，伊講你學你爹真濟白頭毛，真濟頭痛，我都無明白。伊講係咪？了我爹就點頭咯。伊講是咯。伊講我捌你安尼久了。伊講你死嚟找我，一天是你嘅對象。我爹講一天是你嘅對象。了伊甲我爹講，伊講伊愛教因嘅是你特別。
你就會小心。了，伊講若是講伊教因唔着紅，伊會一路來，伊會啊，就講啊 ，there will be strife in the relationship。Yeah, because 伊講話性格，同埋自己你出嘅人講嘅是，伊講常常伊正自作。你們感覺你們想的話，那自作是咪傲慢？傲慢，叫傲慢，嗌傲慢是歹事咧。伊講伊教因唔着紅咧，伊會一路來，伊會婚姻咧，就會there will be a lot of strife in the relationship。because 我是正硬嘅人。伊教我爹講，伊講，我爹本是正硬，伊講這是你對象咯。because 伊講伊教我爹正想。迄時我是無相信啦，特別我當家己本是almost 60歲啦，我會相信了啦。特別我唔相信，我唔相信了。伊教我爹講，伊講若是講我教因咧，第一好咧是教因含笑，所以講我八月我紅，我就要俾教因時，我係抹頭一句都冇話咯。笑咩 ？because 我意思笑咩 ？because 我會叫我爹教我媽無好我人看命 ，because 伊人真驚我，互迄個線啊影響到影響到。特別即個我爹會相信 ，because 我爹知講即個伊是正嘅 ，because 伊是細漢啊，白佚佗金邦啊，換南邊換甲大漢去嘅啫。我也相信伊朋友啦，就是。伊甲我爹講，伊講。伊是類對象，伊有影是類對象。了，伊安怎你其實個知，你一直講嘅是樣度甲你講嘅是，你其實個你爸母甲你講。我坐啲車，特別伊講嘅話，伊有淡薄迄個，伊人佫嚟講細細聲咧，我佫偷聽咯。我坐啲後尾嘛，了我爹哋叫我坐頂去嚟。我坐頭前，坐啲腳去頭前。叫你睇來，叫你睇去。我看了，伊看時伊是用 compass 你睇。了伊個也一個鋪啊，我隨咧，個隨。安怎行下面去隨你名咧？伊行下一直頭 offer 你吧，還是你把妹？because 伊來，我人去出食飯啦嘛是這咯。了是你知啦，我人佢啲最白嘛每看命物件咧嘛講咯，伊講嚇，你寫下面了，伊就問我嘛，伊是下面出事，了伊就在邊算，了甲我講，你頭三個查我咧是夾當嘅 ，because 伊人會但是你是相信啦，我是無相信啦，你會背字啊，真好，特別你第四個咧，但伊人無相 ，so it's out in the left field。係 black sheep 呢？你講我人三人咧，好多我人係小命，小搶物件，特別是會夾當嘅三個角，伊講我人是三個 triangle 咯，一個 triangle，也是特別了，伊坐啲車嘅時，伊就搞我爹喺邊做了就，了我都唔知做後面一直演聽我幾波啊，這樣就只幾波，這樣就只幾波啊！我這樣就是幾波咧啦，了時了伊就行咧就講了，你個梅話物件。了嘛講咯，你甲我爹講，即件是有影是你對數，伊有空時講 Mandarin 嘛？對白。你甲我爹講，你講第一要件是伊教因咯，伊講若是伊教因，一個伊無啱嘅，伊會真 strife， 真強。了你嘛每咧即阿毛包，看下伊笑面，你講伊笑包嘅喎。我我是無相信，看你物件。包今天啊，包。我是無相信啊，我唔相信。了又講咯，伊講伊講我一個字真濟金，伊講上加阿龍番咯，唔是大富大貴特別 will have a good life。我字是第好名，伊講 because 伊是一隻鳥鼠。伊紅就是迄個 go down， 所以一隻鳥鼠入去咧 go down 咧，你食一世人食袂了嘅。第好名是我自己，伊講嚇，伊家己是袂無迄個類啦。伊甲你看，甲你特嚟見，甲你看，要甲你爸看。你爸要甲你看，你爸。伊無做 detail， 伊 just like 伊食飯時講你樣樣隨，佢真快呢。那時我是
去车讲，咧伊嘛甲我爹讲，你讲我是主播，伊讲第三是真济主播，because 伊人讲话，伊人是讲啥咧事故嘅啫。聚宝啊，聚宝成佢珠寶啊。哦，你 precious。伊講佢頭一個查某是真濟金，但第二個查某是一個鳥鼠接 go down， 接伊講啥接迄個米倉啊，米倉，所以伊講你看一隻鳥鼠一隻鳥鼠接去一個米倉啊，食未了嘅，食未了嘅，你講你第三個是真濟主播。แล้ว第四個伊是講伊無咪講，所以我人感覺唔知啦。但係伊講第四個，你唔是第四個，你是第三啦。我是第三。哦，你是第三。แล้ว第四是無點聲啊，伊就走啊嘛。第三伊就無點聲，第四個是不只細漢嘅，伊唔知是2歲3歲啊，反正。我13歲，伊應該是5、6歲啊，可能5、6歲，伊只細漢。哦。所以伊講特別我人3個走啊，是真啱啦。แล้ว第四個是家己咯。哦，所以你，that means 你這些漢嘅小妹無安尼參過人上嚟嘅。甲我人較無安尼有緣啦。哦 ，OK，成日同阿龍講嘅呢，伊個兄弟有你較薄。冇咩姊妹緣呢？哦。特別我唔相信啦。特別佢是主腦都唔相信。是咯，是咯，我唔相信，特別我 sometimes 看啦，本是準啊，我咯。但係我甲我啱上面，我袂使甲我出來人講嘅咪，你看，就是唔是啱嘅聲，最白就甲你講，最白就甲你講。whatever，我無相信就對啦。誒，伊講啲無啊，你想無準啊？伊想係咪無想啊？無，伊根本都無想。了伊個甲我講，伊講若是講我教因唔對咧，我甲我誒咪講啊，我甲我 mother-in-law 會衝。哦。伊講過，伊講。了，你甲你 mother-in-law 衝？有少年時講過嚇，你實定當時講過。少年時衝，老了是無啦。少年時衝，少年時衝。特別我是感覺無啦，你教我教因嘛是甲 mother-in-law 衝。mother-in-law 甲 daughter-in-law 無緣呢。較濟啦，較濟。尤其是有查話嘅 mother-in-law 咯。I think 無查話有可能無想啦。當今地出名嘅 case 咯，譬如你知咯。嚇？係咪數啊？你嚟邊個嘅？係邊個？你講嘅我唔知喎，current event。我 TV 國家 Canada 啦，唔知係邊數。我唔知喎。嚟。有出名，最你咪你啲人去講條片。OK，我講。你講。So have suddenly 啦，啲轉馬來亞 Facebook 嘅人看到，一個 family， 一個媽，一個查某囝，一個大伯囝，啲做 Facebook Live 咯。然後迄個媽唔知做咩事啊，伊就開 Facebook Live 啊，伊就喊了喎，哎呀，我真的對不起你啊，我跪你啊，哈咪了，伊乜跪嘅時，伊會驚講咯，哎喲媽啊，我真係不好啊，哈咪啦，唔知 without any context 都知哦。แล้ว the next few hours later 咧，伊會宣布就開 Facebook Live 嚟鬥咯。แล้ว伊就是伊即個媽係是做 Facebook Live 主隻嘅。哦，伊關係冇開來先啊。哦。influencer 嚟，แล้ว伊有一日即個媽就主菜 Facebook Live 都燒無影嚟寫伊嘅內面衫內面褲。哦。แล้ว呢，伊就叫伊嘅查某囝去 WhatsApp 伊嘅新婦，叫伊寫伊嘅內面衫內面褲。哦。伊個無家己叫，伊是叫伊個家己個查某去叫，所以伊翁個 sister。唔叫家己個查某去寫喎，伊是叫新婦去寫嗰度。伊查某有大喎，伊查某有大邊？查某較伊大啊！哦，有啦。So 了，伊迄個新婦就寫啦，了
伊是愛 hand wash 嘅啊，是真條愛 hand wash 嘅，唔是掂落去 washing machine wash 嘅咯。因為伊人真係 conservative 嘛，OK，了解。迄個是不怪喎。伊就去洗咯，洗啊，特別伊無歡喜嘛，伊就甲伊嘅翁講咯，了伊嘅翁就無歡喜咯，我嘅媽叫你洗，你就洗啦，了伊互伊嘅哥啊，伊嘅哥嘅翁，伊嘅mother 咯，4個人罵伊罵甲離婚，趕伊出去。為啊內面衫，為啊地殼啊！裏邊衫裏邊Oh my god！裏邊衫，年幾時咩？裏邊衫裏邊殼有死哦，有死咗，有死咗，有死。哦，以前不死嘅，伊 complain 啊。伊 complain 就伊 complain 佢硬咋，咁咧伊唔是到啲 Facebook complain 係佢硬講。佢係用開 Facebook 開 live 嚟講這個事咋。哈，即係人加 Facebook 佢。嚟 judge 伊前夫咋，伊前夫家己佢在開 Facebook，佢在嚟 judge 到佢嘢苗咯咋。所以同伊本牛排咯。哇，變咗出名去哦！你諗學鳥誒 ，because 伊鳥講佢一句話，伊鳥講我嗰度寫過鳥，就叫你寫一道那你字話講。哦，所以我就想，特別是講 the past 5 years 啊，伊鳥嘅伊是不寫嚟邊嚟邊哦，我唔知我是正還是假，就別個講隨講就啦。你無叫車仔看名人去看樣子老人嘅名仔。我看是愛 promote 洗衫機。誒，無當今我當今只興嘛，當今我看到迄個 Temu 嘅 app 啊，即係別 Sarah 即係別使講介紹我嘅 Temu app 啊，伊有迄個洗衫是 plastic 嘅，我唔知安怎解咧，佢叫我請伊個吉他洗湯咧，你個佢開起來啊，嚇洗你呢，嚇伊個吉烹嘅，我唔知安怎伊安怎烹，伊是 rechargeable 啊，是用手解，我唔知啦。冇 rechargeable 嘅 ，and then 伊係專門嘅，洗裏邊衫裏邊。嚇，對，伊講成個 hand wash 咧，特別個 man 個叫 hand wash。成個 hand wash 個 man 個。我嗰日條衫是要幹那 hand wash 咧，我去看，誒，先嚟洗咧，我一條衫都叫做冇咧。伊別叮當嗰啲衫就開咗。嚇，對，拍一格。阿 John， 嚇 ，washing machine 有一個 mode 是 delicate 嘅嘛？你係 delicate 嘅嘛，就是 hand wash 咯。我伊叫我係，伊叫我你愛係成較好較無呢誒上一步咧，你係到啲即 laundry bag 嘅，伊講係即係伊 laundry bag。我唔是安尼。哦。古早我做工，我係 silk shirt，咁咧我是用洗衫機，我係啲迄個 laundry 嘅 bag，and then 我係。伊係咪數啊？你看咧，伊個會較好嚇。伊咪數啊 ？Because 伊被扣掉，伊被追掉，哦，伊 back protect 掉伊，哦 ，OK。伊被追掉。哦，咱介舊去鋪咯，去看名，佢講個洗衫。誒，洗地殼嗬，伊嘅 mother-in-law 嗬，must be 古早是伊嘅 boy，係個工人嚟，咧有伊家係個皇帝困啊嗬，忽然間嗬變個皇帝，係個貴妃。即是你看，你正視看名看出來啦，你。你變貴妃啊嚇！伊變貴妃就講，我洗我地殼。係啦，見到好就我就你講嘅，做啲寫滾滾嘅。哦，佢做啲寫滾滾嘅。你講我洗地殼。大膽刁民，快啲同我洗。OK。貴妃嚟啊，貴妃。看名，若是講人愛來教我看名啦，我要問啥物物件？若是講問我來講啦，我唔捌有想講要去看名，有一個想過想，我唔捌講，我要去看名問，我唔捌想過咧。Maybe because 我紅教，你在紅教啊，你安尼看物件是隨做袂使嘅，你成個講，袂使對，你袂使想去看名啦，所以我我唔捌想講，但是講我想看的是，他們 under what situation 呢？我特別唔去看名。我感覺我規隻人就是講成個 decision making 嘅時候，你就講 OK 啦，所以講我要斷對馬來西亞斷好唔好？
哈，然後咧，你話明白嘅 situation 啊，特別我想唔到講安怎看命，成個我 even 到我每日我會懷疑嘅喎，我係是對唔對？我答 A 啦，是你咪 self-fulfilling prophecy。我感覺到我每日嗬。我個會靠，那時我冇去問嚟講，我個會成日就唔知 whatever comes whatever turns out 咪是 turns out 嗰時咯。你那時每日我個會去 challenge 講，特別我係面是講你看嘛，特別安怎行條路成個冇咩想要去嗰邊嘅。sometimes 我覺得細漢時捌看過一道面啦，迄個人唔是直接看面，捌伊會曉看面，伊是賣做果子嘅人誒。伊是來你包紅包落這，你收落這，看種嘅人。伊講咧吼，你看命，你當佢知你命了吼，伊會 change your soul 啊。伊換你 pass 嘅。伊會 change because 你知得你命，你安尼看咯，伊未100% that 行安尼款嘅話，伊 maybe 會較無相淡薄去嘅。你命係假啦，就是講你命。I mean 有命咧。伊是有安尼款誒 ，main thing the final goal will be there， but just different way pathway 你會經會 change 淡薄款誒，安尼款。伊是甲我講幾隻很啊，你我細漢。阿龍嘅命咯，就是講你會記講你人甲你講你會唔知幾歲啊咪你物件你，了唔知安怎去解去安怎下。阿龍，你個聽？迄個唔是看面啊，迄個唔是看面啊，迄個是我上嚟細記嘅 friend 甲我講嘅。記得我你去困啊嘛，係了伊記得有一個伊講得清楚嘅咋，伊甲我講我10幾歲，迄陣時伊無講16啦，伊就講10年後 something like that。所以我哋一來時啊，認條講伊講係16歲嘅，所以我哋所一時期嘅人講我16歲死嘅咋，所以我哋講，伊講係咯，記得有一個另外一個啦，無講16嘅。迄隻叫咧，講吼，而家所袂使互你知呢隻天機嚟講嚟做。講你地上嚟朋友，伊講你另外一個朋友，伊甲你講16，伊講甲安尼明10幾歲啊，無應該。伊講安尼款嘅話咧吼，伊講即個人伊嘅學啦，伊嘅學期啦，無毋是伊嘅學期就報呢，就係即個。伊講即個朋友講出來啦。10幾歲誒無。講甲安尼明嘅啊，講人第時死嘢啊，伊講即個是真正笨蛋嘅嗰陣。伊講我係看到命，本來我未甲人講你第時死嘢嘅啫。伊未講甲安尼明義嘅啫。然後講安尼明咧嗬，迄個人啊，伊家己應該是學期就報嘅人，伊喺甲我講咗。然後即個 anyway，所以即個朋友咧，伊講可能是先錄我哋啲仔啦，呢種講我啲仔咧啊，你成日我看無咩，我咪看有掉，特別我冇講我啲聽係嘛？你講你愛話咧，可能是你有影，譬如講你命，你淨聽到講，哎呀，我10幾歲就冇嘢啊，我過幾廿年安怎好？伊講你淨 start 很想嘅話，你學你都有影係10幾歲冇嘢嘅。伊講那是講你唔係啦，你先你知啊嘛，你唔係嘅話啦，你就咪去改咯。伊講你按咗去改咧，就是講你咪管你10幾歲。但是講你被 control 你家己嘅心情，你特特啲 because 人是人講嘅，你按做 positive 本好啦，你哋成日就講話冇喎，喂 life exploration 好多啲，exploration 以後你就 exploration 咧就，所以你講愛正做嗰一個 positive 方面 live your current life to the fullest，唔是特人做得到嘅，真係艱苦嘅物件嚟咗，而且大部分嘅人就係講你家己10幾歲就死啊，你直到是就掉掉，你腦子就掉掉咧。一直掉掉，加強個嘅咧就，伊講就是講，即種安尼講嘅 emotional 嘅嘅啦，你未嘅嘅話咧，伊講嗬，你想一個辦法，去嘅一項物件，伊先甲我講咗，伊講嗬，你去嘅，你簽名，伊講人嘅簽名咧是一年啲變嘅咧就，你講你當今看到你10年前嘅簽名啦，你上一個筆等簽出來本好啦，10年前簽加當今簽你呢隻啦，冇上嘅就。所以啊，你講嗬，有時你愛嘅話啦，你去幾時你完全冇上嗰啲簽名，就是講你 restart 呢個簽名，你講你只 restart 呢個簽名咧，你嘅命就變嘅。所以講嗬，還是幾年講嘅事？
4年一個年嘅呢，無固定一時一個咯。because 我是12年嚟Korea，我嚟Korea過我就want to 就做邊呢，所以一時一個年嘅出嚟。OK， and then definitely 是 after 13年嘅，一時一個 1 4 1 5嘅。講個人嘅情緒我就記住，咱個節目啊是即係是20清嘅節目嘅，即係是 secret 就見面啊 secret。你講嗬，係話你嗬，講你未去看面，去假當假曬個了啊！真麻煩呢，你講 from 你自己，你對自己會假嘅時，你去假你簽名。哇！咧我聽啦，佢又我而家走去假我簽名，你知？我走去銀行，佢講好，我要換簽名。以後我填 form，我簽到啲舊嘅名，我簽新嘅名。我去行下啲 process 咗，我 insurance 行下啲 process 本咗，就是講我講legally 換㗎啦，佢哋 signature。你換我簽名要咗，就是講好我當佢是新嘅簽名咧。所以我就是 from that day on 到就係我簽名別得無上要咗。แล้วตอนนี้你唔是ลูกว่ามีลูก唔是อยู่ใน韓國名咪住ช้า咪住冇關係。你簽門你簽 John 講有啲人簽 J 是安尼款，แล้วลูก想法啦，想這個名特別冇想法。你住係咪啊？住好啊？住好？咪住？你名我嗰時我拍我特啲 clubhouse 俾 schedule 呢個時我隨便。查好 JHO， 我就住查好啊，係住查好嚇，住查好嚇。แล้ว我而家叫我尋名咯 ，and then 有嘢我同你講啦，伊叫我做嘅物件我做了幾後啦。That's why 我唔知是尋名啊，還是我係 will 啊，還是有嘢我係身邊嘅貴人啊 ？I don't know。我跟你就講下，應該是特下面嘅本過咗就咧啦。That's why 我 until today 啦 ，until 現至啦2023年嘅3月12號啦 ，until today 啦，你講講啊，我嚟個 Korea， 我 until today 我 still 是 feel 到真係 surreal 咋，是 miracle 嘅咋。但是我古早我聽人講嘅物件，我個調啲邊咧嘅話，我冇即個名嘅咋。伊講伊叫我換簽名，我換了。伊叫我特別就 strong， 所以我特別念3句啊 ，I want to go to Korea，I must go to Korea，I'm going to Korea。我特別咁念啦，我變異咗，我規個 life 當然是變異嘅咗。所以伊講我你係假你名咧，面上安尼複雜起個安尼會嘅，都去假你簽名就使啦。特別你問講常去假你簽名，安尼搞掂咩就？你別假假，我唔一知啊。legally 嘅簽名，去換簽名，我真係銀行會去拖 form。He will change surname 咗，都加等眼，我啱做咗啲 process 咗，所以所以我而家新嘅 document 嘅了新嘅簽名，咁我古仔 original 簽名是冇上嘅咗，我你 checkbook 嘅簽名是冇上嘅都咁點，所以我做嘅，所以唔是講你當佢換就使啦，你特別去 legally 去換。因為你幫心嚟做，你即係有心去做嚇。咱講過幾個數啊，講因會驚即你昂牌嘅，你會記啊？講過就講過，對，一驚昂牌，昂牌是成個你馬達了嘅是，昂你馬達嘅頭嘅咧，冇嘅一粒嘢。所以佢 universe 裏邊咧是安尼款嘅，迄個物件因會只驚 standard 嘅就，一驚 official 嘅物件嘅就，所以就是講你換上面，你唔係去換呢，你特別 officially 去換上面。你看你 life 都會變咧，所以大家朋友，若是講人在講一個 official 弄，若是講咪假人嘅名嘅話啦，我假人嘅簽名，如果假名加假名啊，你話音都冇差不多聲嘅，你假咧簽，然後若是講你名變咗幾後，你睇個道理話咧學啊，頭都幾%啊 Patreon 幾學話緊嚇。Patreon 幾學話講，即係另外嘅節目是真20清嘅啦。哇，攀個堆嚟點嘢啊，個仔。哎呦！知唔知啊？搞 HSBC 啊，搞等我拍 paste 你拍口時嚟嚇。我同樣時間睇成嗰位，望睇成嗰位，我係e-wallet。咱真好了。感謝。我正我唔知，正係我唔知啦。咪當你使去 try 咯。但是我而家邊度？但係你問講 Q 就去假啦 ，because if 你名是好嘅，你what for 你會去假對唔對？你 what for 就是講你名好好嘅話，你冇所謂假嘛。because 我按咗會去，你講啲 approach 是 because 伊人講我攝佢哋事，然後我就聽到啊，我就心就領嘢嘛，講是咩？我攝佢哋冇嘢呀。你可以影響到嚇，當今 today 學即係人講。Actually 我冇可以影響，我冇可以影響到這。
特別伊影響到我真係細項嘅物件咯，就是啊，我有一物件我當然我真看甲真開咯，我無必要緊，人都酸我，人真罵我無必要緊嘅，because 我是我冇去講咯，because 我做嘅我非常我做掉嘅，我變咗我心態無上去嗰陣，得句啊，我無去你看我 Facebook 啊，我古早我 Facebook 辦 birthday 嘛，所以就拄着佢哋日子嘅咋，你朋友咁樣嘅 reminder 話，噗，一大堆咁樣咪 Happy Birthday，變咗我就攞佢哋物件嘅咋，我就是 ever since 我就攞佢哋物件咗 ，because 變咗人教我講 Happy Birthday 嘅時候 ，reminder 我你成日你14歲啊，就你14歲啊，就第二年你15歲啊，就你15歲啊，就你嗰啲地方咧16歲啊，16歲啊唔同緊啊，所以我賣咗，所以我 block 咗。但係我冚掉㗎啦，預咗。但係我哋 Facebook 我哋自己我 post 嘛，我講 actually 我冇 celebrate birthday 嘅，because 人我真係笨蛋 celebrate birthday 就當然，我真係笨蛋嘅，我買啲 reminder 我講我10幾歲了，10幾歲了，到我自己咁對你講啦，我講我買 because 我自己講唔自己講冇上咗，人 celebrate 人叫 wish 啊，變咗是一個真係 official 嘅物件曉咗，你。全世界啲 wish 都 Happy Birthday 何路 coupon Starbucks kun send coupon 何路係點先啊？對，佢哋 official status of your birthday 我報嘅，我冇時間。我報嘅裏邊咧學嘅人聽到咧，就是淡薄煩惱本嚟，成日講，因為其實你安怎去教人邊咧學嘅咧，人講安怎去。face 嘅物件咧，有陣時講，哎喲，你報嘅你即係出嚟時，就是人 message 你，哎喲，阿龍安怎啊？你當佢44歲啊，咩物件咧就為你煩惱啦。特別你就安怎啊？然後變咗變咗你安怎噶？我當叫我我當時愛食咪就食咯，愛買咪就買咯嚇，我冇咩去管呢嚇，所以我理由去開嘅咯嚇，我無講燒甲勁噶，就咁講我無咯，我愛食咪就食，愛買咪就買，愛去到就去到位，所以我嘅心態是講，我非常是講 positive 嘅，even 我有年啦，食你叫我10幾歲冇嘢本好啦，我 at least 我非常講，嚇我愛做咪我做緊到而家就 actually 嚇，快歡喜嘅就，好會。我未學會，我未去 complain 就來咗，但係自己家人啲 complain，我都 complain 咗。所以你有歡喜做啦，你冇插講，你冇去插就人哋借就對啦。because 你講嚟講去，我冇插人哋借。特別我學頭嘅算學頭嘅名，嗰啲講半好啦。我是非嚟講第二集啲觀眾都冇數嘅。當時本身你看本時好啊，大家邊個時間要玩咧？有陣時講，你 feel 到，你 of course 特別去個真係 desperate 啦，你 feel 到講，哇！我同你講講嘢啊，我欠人30千啦，係啦，我冇，佢俾講我離婚啊，真係講講，你 of course 你特別去個安尼款係點先嚇 ？desperate 了，你叫換你前面，冇咧，你冇大冇數，你走去換前面 what for 是唔是？但是嗰啲面好好嘅，你只 maybe 個大冇好變到邊緣，變咗我所以，你特別 of course 當然是特別是真係 desperate 嘅 state 了嚇，都去做隻物件。OK， 感謝啊！你看下 FJ 人 reach out 到你啦嚇，人講這邊個事，冇就是人 reach out 嗰時你是過程嘅，唔係你嘅人就直頭，你幾歲啊？你幾歲啊？當機嚇，有冇再叫你？嚇，你講咩？哇，當然入過入過去，你是譚詠麟啊？你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咗呢禮拜講嘅備聲啊！感謝大家各位人分享。講到人即個看命嘅經驗我是個隻 episode 講掛鏡，我今日聽就講咗，我俾聽維維娃娃。OK， 講緊最細。有啲個咩？有啲個冇看過，我看呢邊當今攞掉呢。我哋做我不如啲做掉物件本。OK， 講緊最細，下禮拜再見，拜拜大家，感謝。到底 YouTube 人一定這禮拜冇看 episode 到這邊嘅單咧，這邊電話聽伊看嘅單，就一個單就係正嘅就同啲料，就是講有現條錄音是對伊甲你講嘅歡呼你。OK，感謝大家。